咱空军拜六要伫台中青泉港空军基地举办航空嘉年华。今仔日咧电视义演的是煞是突切热烈，一只 IDF 战机熊熊喷火车，机尾烧起来，看起来是真惊人。加载有紧降落来，平安无代志。战机战火喷出火焰，现场观众是叽叽叫。空军台中青泉港基地70举行航空嘉年华有演，一只编号147的 IDF 战机伫空中动态操演，伫完成第一个操演科目了后出现异常，经过塔台提醒了后，紧急降落引机平安。空军司令部初步检判是发动机喷口后验器气风片空旁过大，会对这战机展开特检。方体检视情况是正常的，只不过在尾管的它可能气封片线系有可能过大，导致它燃烧的部分有异常，所以导致有尾焰。这架飞机就会做特别检查，那后面的话就会换另外一架飞机执行操演。在节目以外，无妨害其他操演 F-16V 战斗机展现高机等员优异性能，这瓶高速冲场万倍爬车链这动作也让正流畅完成。负责台湾对空对地对舰等攻击战斗任务的 F-16V 演我本是穿甲虚测飞弹加2000磅的炸弹，不过对飞官来讲，严格身体负担是一大考验。身体上的负荷，就是我全程要一直做抗拒动作。然后大概就是9倍的9个人压在我身上的感觉，对，那稍微一个不小心，可能没有做好换气动作，然后可能就会G lock，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。各机各做的用因高教机，也用5架次编组冲场，摆落下底摆伫个人面头前展示，也佫有雷号小组提起出现。地面上有航空飞弹、阿帕奇直升机、各种战车静态展示。航空嘉年华活动要伫个12早起9点正式登场，军事部甲民众应把握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